正诗592首。咱做伙来唱第一节。咱行世间的路，心肝艰难又重，因为心事中袂晓悟，艰苦也讲袂出，后来行到路中。无打算的是，放产的人来对咱讲苦难，通听道理。这是第一首诗歌，第二首诗歌是回应的诗歌，伫圣诗403首，403首。伫这首诗歌内面，伊有一个回应。大声在唱的时阵，头一句话，主理会来唱，会众就唱后面的主差遣我，主差遣我。咱来唱一届看卖，唱第一节。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主应带我，主应带我，主应带我，上帝求你应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星星求你充满，我要出去，要出去。我要出去，将主生命带出去。请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各位校舍，大家平安。平安。啊，即马咱开始今仔日的聚会。
上主安尼讲，毋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代志。我伫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伫发生，恁敢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这是阮来三甲来用赞美俄罗的诗歌圣诗第592首。咱行世间的路。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咱行世间的路，心看艰难无助，因为心事有会晓无，艰苦也袂出处。后来行到路中，你我相的心，我咱的人来的人，我咱走你，我心有亏，我心也比领导。请阮大家留愿徛伫，用咱的信用告别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担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可讲共和教会，信徒的上通，少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
用课文来刻印。课文第9篇，就是诗篇24篇。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万物嘛拢属伊。伊甲伊合伫大海的里面，伊将地起下伫深海。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恶偶像、无主罪的人。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宣判伊无罪。即款人追求上主，到雅各的上面前来条件伊。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是将各样的上主，伊是白色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这是咱三家来压头祈祷。阮所敬请耶巴伯上帝，阮感谢你的听，赐互阮新的性命，互阮有即款福气来明白你。伫每一日当中的生活中，拢有你的引带甲带领伫咧。但今仔日是主你的圣日，无论来到教会做礼拜，也是伫线顶的兄弟，咱大家拢同心欢喜来敬拜，来学乐你。虽然最近台湾的疫情相当的严重，开始感染的人数哪加添，祈求你来保守看顾、医治甲恢复。伫阮每一日的祈祷当中，求你的信心甲我伫地，互阮无惊讶、无困扰，有勇气来勇敢来面对每一日疫情的预防甲挑战。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但今仔载时，富林牧师前往寿山教会清安讲道，咱的讲台都安排神学生林世杰因来讲台，求你将讲台的信息伫透帮阮的当中，互阮帮赞。当身体欠安的兄弟需要医治的，求你犹原继续保守看顾。若感染着的兄弟，互因有好的休困，踮咧厝诶好的来恢复，渐渐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愿安尼的切恳求，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互咱看今仔日的圣经节。今日圣经节伫阮的周报顶面有刊登和本、台语汉字本，甲即卖现代台语翻译本。咱即卖读的是台语翻译的汉语本。伫伊的圣经内底是伫圣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甲到第11节。圣经安尼写：这个代志了后，主高敬72个人，找因两个去伊本身想要去的逐个城甲逐个所在。耶稣甲因讲，通修行的真多，
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人派工人去修行。第3节，恁去，我找恁出去，亲像送羊仔入去豺狼的内面，毋通带子弟，嘛毋通带女兄弟，嘛毋通带话。第6里毋通甲人请安。第5节，恁无论人去到倒一间厝，大声讲，愿恁即家平安。伫遐若有爱平安的人，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若无，迄个平安就会倒转来到恁。恁着踮伫迄家，因准备什么，恁就食什么，啉什么，因为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你毋通对即家煞过迄家。第8节，恁无论去倒一个城，人若接待恁，捧什么出来，你就食什么。城内有病的人，就因伊煞甲因讲，上帝国得要实现啊！无论人去到什么所城，人若无欢迎你，你就出去大家咯讲，等你这个城条你冤骹的土粉，阮都要搬掉，甲恁经过。不过恁着知，上帝国得要实现啊！以上。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甲主人同欢喜。线顶甲在座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啊，你是大君王，求你即时会当纪念伫礼拜中的兄弟姊妹，甲遐无法度到伫咱中间、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求你的怜悯通临到阮甲因的身上，借着你丰盛的慈爱，安慰、医治、扶持，求你的圣神甲你的灵、你的话语嘛开拓阮心，互阮通做伙领受你的恩典甲能力。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时阵你会和你的主人做伙相甲欢喜呢？有的时阵，过去可能咱伫外口在食头路，嘛有的时阵，咱可能诚做迄个头家。什么时阵咱会做伙和人相同欢喜呢？我想，当阮的心志、阮的方向、咱的心志、咱的方向，甲主人也是和阮身边的人同款的时，其实咱就通同款来得到这款欢喜。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看到这个事以后，耶稣另外阁派70个使者。那这个使者要来做什么代志呢？这个使者因两个人分做一组，所以拢总有36组。这个人行伫耶稣的头前，耶稣对这个人有一寡期待，因要到伫
逐个城、逐个所在。事实上，遮个人因毋是乌白乱世、乌白乱走的。伫路加福音的9章30节到31节有讲起，耶稣甲门徒因伫行即条路的时阵，因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咱做伙来读即段经文，记载伫路加福音9章30节到31节。忽然间，有2个人，就是摩西甲以利亚，来甲耶稣讲话。因伫阳光中出现，谈论耶稣得要伫耶路撒冷死，来完成使命的事。所以咱通看到，耶稣其实是即个路程，伊是有一个方向，伊就是要行去耶路撒冷。伫即个路程，伊差派伊的使者甲门徒，要来完成即个福音的使命。就是陪伴耶稣将来的死甲国外。伫今日的经文中，咱大心看到，耶稣伊差派这72个使者，而且大心对因来讲话。路加福音10章第2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耶稣甲因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咱看到这是怎样的一把刀呢？真侪农作物拢已经成熟啊，准备要来收割，爱修行啊，爱赶紧修行。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无赶紧修行，有可能会拄到天气歹，遐个农作物就会歹去，嘛有可能修行的时间无抓好势，有可能就会拄到天气的侵害。所以咱通看到，伫耶稣所讲起的这段话内底，咱感受到一种真迫切的一个状况，就是农作物已经要收成啊，爱赶紧来收割。相时，耶稣嘛讲起，伊咧派的遮个收成的人，其实因有可能会拄到的状况。路加福音10章3节第3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去，我找恁出去，亲像送羊仔入去栽农的内面。咱通看到耶稣所差遣遮个使者，因要去的所在，有可能是会拄到危险的。遮个危险是怎样的？就若亲像羊仔入去栽农的内面，有可能是无啥物保护的。有可能是软者、软弱的，但是耶稣伫遮嘛表达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伫即条行往耶路撒冷的路程的时，若是人这个时阵对耶稣的宣告无反应的话，那呢，遮个人有可能一世人拢无可能。搁会当听到这个福音，所以咱通看到，这个福音的使者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因毋但方向甲目标真明显、真坚定，就伫因的行动内底，耶稣嘛有真清楚的表示。耶稣怎样来表示遮个福音使者爱行的路呢？咱做伙来看，遮有耶稣讲起有4个毋通，甲一个爱注意的代志。伫路加福音10章第4节，咱做伙来读：毋通带钱袋，毋通带旅行袋，
嘛毋通带话，伫路里毋通甲人请安。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着大声讲，愿恁一家平安。这些毋通甲一个爱注意的代志，毋通带钱地，毋通带旅行地。若是咱兄弟姊妹读到遮，有可能有淡薄仔熟，这就哪亲像是耶稣伫进前大声伫9章路加福音9章30所讲起的，当耶稣找去门徒的时阵，伊嘛共款吩咐门徒毋通带钱，毋通带旅行地。这命令所代表的意思是，受差遣的人，就莫拖沙，就爱赶紧去，物件莫带伤多。但是和正经无共款的是，耶稣伫遮佫另外讲起两个爱注意的代志，毋通带话，伫路里毋通甲人请安。奇怪，这佫是甚物意思呢？当咱若是看到一寡学得了解代志的时阵，咱会当对旧约来找到答案。伫这话的方面，伫出来记中有一段搬过节的记录是安尼写的，咱做伙来读出来记12章11节。恁食的时，腰着下地。话着清地，手着举拐仔，嘛着赶紧食。这是上主的搬过节。哇！伫食饭的时阵，腰着下的，话嘛着清的，手搁爱举拐仔，安尼是要安怎食饭呢？表示讲，伫这时阵，因的食饭是足赶紧的。为什么赶紧？因为伊马上就要离开埃及地啊，而且是逃走的方式离开的，是遐尔啊紧。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中讲起，遮的福音使者，因着莫带话啊，这表示讲，这个逼切是比旧约的时，以色列人要逃离开埃及地的时阵，更较急的一个状况。过来，咱看到，伫路顶毋通人来请安。伫列王记下卷嘛有即款的记载，咱做伙来读即段经文。伊丽莎甲基哈西讲：“你着准备通出发，举我的拐仔，赶紧去。若拄着人，毋通甲因请安；人若甲你请安，嘛毋通应，着将我的拐仔下伫囡仔的面。”所以咱通看到，先知伊丽莎，伊互伊的奴仆基哈西的使命，是偌尔啊紧，偌尔啊急。即款的迫切，变做讲，因平常时的礼仪、的礼貌，拢暂时先莫管啊，先放伫边仔，因为有上界重要的使命要来完成，所以毋通甲因请安。为什么遐尼急呢？因为这个使者因有一个真介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咱煞者要来看到的。伫路加福音10章第5节安尼讲：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就大声讲，愿恁一家平安。所以这个使者因要传的，因上介急迫切要传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平安的好消息。而且这个消息，伊是有时间的限制，是袂当
延迟的，而且是短期的，受限制，而且时间若是过，就无法度搁再来。耶稣讲了这个吩咐，另外嘛讲起，这个使者伫咧传这个福音的时阵，有可能会拄到的两种状况，是啥物状况呢？伫路加福音10章第6节到11节，才讲起两种状况。伫领受听到这福音的人，因有可能会拄到祝福，也是审判。若是照着接受福音的人，咱做会看这段经文，才讲起咱做会读。伫遐若有爱平安的人，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若无，迄个平安会倒转来归恁。恁着看迄个家因准备什么，恁就食什么；啉什么，因为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恁毋通对即家搬过刷过迄家。福音使者受到耶稣的差遣，无论去到倒一个城市，无论即个家庭因的文化是啥物，因的习惯是啥物，遐个所在的人若是接待因，若是接受即个福音，即群福音的使者就有够额的支持，通伫遐传医治的福音，通医治遐个病人，而且传上帝国救赎的福音。上帝国的这群对这群接受福音的人来讲，是上帝的主权临到因的身上，而且因的性命从上帝的主权要来掌管，归入伫上帝国的子民。另外一个状况是讲到，照伫无接受这个信息的人，这个福音使者会面对的是啥物？若是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咱看到这段经文，咱做爱读。无论入去倒一个城，人若无欢迎恁，恁就出去大街路讲，连恁这城落伫阮骹的土粉，阮要年搬掉，甲恁警告。毋过恁就知耶稣的主权得要实现啊！上帝主权得要实现啊！上帝国的接近对遐拒绝的人来讲，伫遮诚做一款审判，一款咒诅。伫遮咱通清楚来看到，耶稣已经指出，无论是接受福音，还是拒绝福音的人，因拢爱承接上帝国的来临。上帝国也是上帝主权的实现，上帝主权的领导，这代表祝福甲审判两个方面。讲到这，咱有可能会感觉淡薄仔奇怪，哪有人会想要拒绝这个和平平安的福音呢？像是咱伫咧这外国有战争、有疫情，伫咱中间的这个过程，咱拢真希望通得到迄款平安。为虾米伫遮耶稣讲到有人会有可能会拒绝这个平安呢？事实上，咱若是有过去有听过，有的人其实是伫过去伫迄当时，是有一寡人因是拒绝这款平安。咱有可能有听过过去有一个群体，伊是犹太人民族的群体，这个群体专工要用迄个暴力来攻击
想要来推翻罗马的政权。咱华语读叫做奋锐党人，嘛有一寡人，因是身躯拢带一个刀，准备要来刺杀罗马的政府官员，也是要鼓励犹太人起来反叛，来把这个政权来推翻。这个人其实因无想要接受这款的和平，因期待的是一位拯救因的人，通来把因的对敌一概来除去。这个代志，咱可能感觉真歹接受。为什么这款平安袂当踮伫因的心内？伫现代，咱嘛通看到，对1948年开始，以色列因重新建立因的国家了后，其实因甲巴勒斯坦的冲突到即马拢在进行。咱伫新闻中嘛时常咧看到，两个基督教的国家乌克兰甲俄罗斯，因到即马嘛是拢继续咧扯拼。咱伫这过程中通看到，上帝国的平安要临到全地，是偌尔啊迫切。经文今仔日甲咱讲，主耶稣要展现伊的权柄，差遣伊的福音使者，要来四界传扬伊平安的好消息。若是安尼，咱只是应该通感受到，这个福音使者有真重要的使命。但是，谁是主耶稣所差遣的福音使者呢？这可能是咱好奇想要了解的问题。亲爱兄弟姊妹，有可能咱拢有一款把握，确信你甲我拢是互主耶稣差遣福音使者。但是，相信咱嘛感受到一种有的时阵有一种无奈。敢有的时阵，咱伫咧参与一寡福音的行动的时阵，咱感受到一寡踌躇，也是互咱看袂到望。敢有可能有的时阵，咱带互咱边仔身边的人，毋是迄个平安，颠倒是纷争呢？咱会发现讲，其实当耶稣讲起伊要互这个福音使者的命令的时阵，咱其实真歹来达成耶稣这个要求。真侪时阵，咱带着过去的经验，若是失败的经验，甚至也是受伤的经验，有可能互人误解。也是互人看无价值。有的时阵，咱想要互家己看起来会当无代志，外表莫互人烦恼，颠倒咱会选择甲遐受伤的代志一站一站甲伊扛起来。咱若是无看到的时阵，就若亲像无代志啊。但是，当咱安尼做的时阵，颠倒有可能是咧拒绝主耶稣伊的权柄入去咱的心里。咱有可能就因为安尼，无机会通照着耶稣来看见家己的破碎，嘛失去经历伊医治的机会。当咱想要做一寡代志，用家己的气力，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遐表面的问题时，有可能咱得到的拢是一再是失败的经验。
对今仔日的经文，咱通看到，福音是对耶稣出来的。这差遣是耶稣来进行的，是伊差遣工人，当耶稣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行的时阵，这位主人因无看到伊生命中迄个要面对的死亡，等到这位主人伊看到的是，伊生命中要来受挂，阁有遐结死真侪的丰收。当耶稣讲到上帝国已经接近啊，耶稣的主权要到啊，上帝主权要到啊，耶稣是对伊的权柄来讲的。这个权柄所表现的，毋那是一种行圣者基事的权柄，这个权柄嘛有可能有另外一种面貌，有可能这个权柄嘛表现出一种，互人看起来敢若真软者、真软弱，但是这个权柄却是用一种性命的见证来表现的。这款性命的见证，通互人直接面对耶稣、认捌耶稣，看到这个真理。咱会相信耶稣，是因为咱降服伫耶稣的权柄下面，毋是因为咱爱负责任才会当来相信，是因为咱大心先经验到耶稣伫咱的身边，而且伫咱边仔的人，真侪见证人展现耶稣伊的气力。所以真特别，耶稣的权柄虽然无法度互咱袂当照着咱的心意来行，耶稣的权柄嘛无一定通互咱真顺遂，但是伊是真理，是真实的。伊的权柄是悬过世上其他的权柄，活伫主耶稣的权柄下面，就表示一件代志，就是爱用祈祷来开始过咱的生活，而且去经历咱所面对的一切。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伫生命的头前，伫生命的面前，死亡是上好的老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咱可能拢有经历到身边的人、身躯边的人死亡，还是的经验，也是家己伫面对死亡的时阵的迄款经验。伫面对的时阵，才经验到原来生命是我尔啊短，我尔啊迫切。但是死亡敢真正通成做咱的老师呢？我想这是需要主耶稣怜悯的。若是咱通用祈祷开始降服伫主耶稣的权柄下面，伊就会改变阮的内心。怎样来改变呢？伊会互迄冷、足冷、足冰、足重、足硬的部分，通来可以把它变融化，会当互伊消融，嘛会当互迄个软件通变做坚强。安尼，咱才会当来回应主的差遣，嘛会当来回应福音使者的使命。对教会来讲，主耶稣的权柄代表什么呢？当教会顺服主耶稣的权柄时，而且用祈祷的心来回应，教会就会当来看见家己的身份，
这个时阵，教会就是看见上帝大能的一个部分，伊当对家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上帝的新创造。亲爱的兄弟姊妹，教会的设立是荣耀的事，毋望咱通轻掉这个荣耀。到底咱是迄个在等待福音的人，也是迄位已经伫个苍中在领受耶稣权柄、在拍拼受过的工人呢？求主怜悯，光照咱的心，互咱通含咱的主人三甲欢喜。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愿你的权柄伫阮中间，求你光照阮，互阮内心的黑暗通无去，嘛照着对你的信心，用祈祷的心来回应你的带领甲你的旨意。因为阮靠家己无法度，总是阮愿意用祈祷来开始。求你引带带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求主将你的话轻调伫我心。这是咱上家来唱回应的圣诗，圣诗第403首。主找见我。请兄弟姊妹起立做伙来唱。请起立。主找见我。充满我，星星求你充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踏出去。请坐。这是咱奉献，请傅桂英甲黄腾英两位执事来施献。
请坐。报告进前，咱三家来看今仔日的经句。耶稣甲因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路加福音第10章第2节，请。耶稣甲因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人的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路加福音第10章第2节，耶稣甲因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人的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路加福音第10章第2节。咱来看周报。周报第一有刊登本州事项甲后州事项的人员，请服侍人员来注意看。若有变动，来甲办公室遮联络。第二咱的聚会，即马有几落班，就是牧神查经班，才有现场的组织，甲社青、青年、甲学青遮的组织，其他还佫有妈妈合唱团、弱化班，遮有的课程拢有暂停，来请大家来看周报。注意学嘛暂停，但是咱即马师范班、成人班、甲晋升课程，遮游园有进行，嘛暂停吗？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真侪个变化甲改变吼。小组的组织有线顶的组织，甲伫群组内互相联系，所以呢，伫遮来大家尽量用即摆会使采用的方式来参加组织。第三是为了教会小组、大小组有真侪咱的兄弟需要关心带倒的伫遮来关心。第4是注意奉献的明细，遮奉献顶面若是有订答着的所在，请大家来用办公室遮来联系。第5消息报告。本主日吴浩仁牧师前往寿山教会庆安讲道，请为牧师的服侍甲出入平安来代祷。今日要讲过7月到12月的刑事日，即马因为疫情，所以有真侪的调整。教会的消息，对7月份开始，咱的礼拜时间有做调整。台语是早是9点，华语的场是11点开始，所以即摆的礼拜时间拢一定伫计划当中，才阁有真侪团契甲课程，拢伫遮有一个表，请大家来看。第2个就是为小组的发展，嘛因为疫情，所以大家无会当定参加组织，所以嘛，但是咱的小教会兄弟游园爱关心，爱邀请新的朋友来阮来当中，所以为了宣教，为了大家的灵命，所以咱的小组有做一个改变。所以遮有真侪组伫这内底，这是一个计划，毋知会安怎继续落去，请大
大家来继续为遮来代祷。第来呀，咱校规学校即马已经开始报名，请大家来看遮的报名的详细内容。若是有想到要邀请朋友参与小朋友来参加的，会使紧来报名吼，遮有真侪的优惠甲一寡学习。第4点，110年的第1学期的力学经，到单还阁有几位还未领出的吼，所以到5月29即日后礼拜要截止，请大家来注意，来协助因。第5点，本教会为了来整理咱6楼的晚柜，下甲诚久所以呢，因为要做另外一个整理，所以呢，请你家己原本有下遐碗碟、食遐物件收起来，另外搁来登记。若是确实你要对7月份开始要伫教会食爱餐的，搁另外登记遮关怀部则搁会宣布。具体消息，厝内刘锡鹏弟兄，就是俊龙的爸爸，伊伫5月20迄日举行告别安葬，求上帝来安慰遗族。大多数项，今仔日咱的神学生4节哥，是最后一届伫咱的教会讲台讲道。6月份开始月底咧，伊就要抽签分派。而且伫遮知影因的太太已经有生仔，所以伫遮甲伊恭喜，愿一切拢平安。为着确诊的然后我知是知，咱教会嘛有真侪人甲青年有人确诊，愿天父上帝看顾恁，伫厝诶好好休困，等恢复了后，才来参与教会诶活塞。第3点，第3点就是为着美国南加州，最近咱伫新闻有看到枪击案件，都是一个第一师，因为去阻挡这个子弹，所以都互这个枪击都拍着啊，求天父上帝安慰遗族。好，以上我的报告，请大家拢平安。咱请主德长老做代表补充报告。各位在座的兄弟姊妹，甲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去寿山教会去遐正道请安我来代表教会。拄则师会有报告代祷的事项啦。我即摆要强调的就是讲2项。头一项呢，就是咱非常的感谢上帝恩典啦，差派中心的落幕咱的神学生林世杰神学生伫咱中间，伫遮服侍1年啊啦，非常感谢伊。伫即个青年团契甲青年礼拜中间出真侪力伫遐带领遮的青年啦伫信仰方面甲生活方面真对帮助啦。我代表教会伫遮该谢多谢，因为今仔伊做到即个月底。今仔日呢上尾摆讲道啦真感谢伊，真费心，所以我即时啦代表教会甲谢多谢咧。伊夫人啦嘛是传道师有心啦你甲恭喜来祝福因。求上帝来引带带领伊头前的路站，摆伊派去倒位，拢是为着上帝国来拍拼来征战。求上帝祝福。互伊搁较有气力，搁较有智慧，来带领遮兄弟姊妹伫灵性上面、伫灵性的上面来得到真大的帮助、较气力。即时咱为因来祈祷啦第2项要来强调就是讲，伫7月开始咱的聚会时间有调整啦。台语放伫头前，对9点到11点，11点以后呢，就是即个华语的这时间调整了以后呢，小组团契原来改变。
所以咯，请咱注意吼，今仔日周报顶悬吼，有将这个时间表吼，大约列出来，有定伫顶悬啦，请咱大家来看来配合来参与啦吼，毋茫讲大家拢会当参加团契甲这个小组啦，吼，毋茫甲咱抗拒吼。无说嘛，要求我伫遮爱呼吁大家啊，特别爱注意这个身躯啦。咱台湾的这疫情吼，无减少，颠倒佫起来吼，佫严重咧。所以吼，咱真惊吓，真侪这个兄弟吼、姊妹吼，被染着啦，袂当来啦。咱为因祈祷哦，毋茫讲因的身躯来赶快来恢复健康啦。我几个客吼，我敲电话甲我讲，甲你约好啊，袂当个来啦，歹势啦。我讲是怎样？伊讲我著去染着啦，COVID-19吼遮厉害哦。我打即马吼感觉吼脑后吼，佮亲像咧铁板烧咧烧啦，亲像咧刀啊咧刮咧，我太艰苦到要害去吼。所以咱毋通吼忽略讲，但这个感冒共款，无影咧，差真多咧，迄活得真艰苦，规个气吼，拢拆甲火咧烧了吼。所以毋茫吼，咱遮身体较勇健吼，特别爱注意。喙也嘛挂好条，吼，迄个手吼定咧洗，无来喷酒精，来保守家己的身躯啦吼。嘛爱定咧祈祷啦。无论你来出来入啊，拢有上帝保守，互你人得到平安啦吼。以上是我简单直接来做补充的报告吼。这是我来介绍新来吼。咱今仔日真欢喜哦，咱贵宾伫咱中间啦，台湾圣学院的陈教授伫咱中间，嘛是视学迄个指导教授啦吼。特别来甲看呢，看伊讲得安怎。所以吼，咱真感谢伊，真感谢伊，上帝祝福因啦吼。这个服侍中间哦，佫较有气力，佫较有智慧吼。愿上帝祝福因。佫有人头一届来无？若无吼，咱为咱家己吼拍扑来鼓励一下吼，因为咱来身体的勇敢来到遮啦吼，希望上帝甲你保守，你继续身体勇敢来服侍主，谢谢。感谢。这是上营第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大家起立。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你的听，你福佑阮今仔日早起时来到你的圣殿，伫这个所来敬拜服侍主，也通过上学生今仔日甲阮真好勉励，互阮会当将来甲主人相甲来欢喜，因为阮伫地上做传福音的工作，阮无论阮得时不时得时，拢爱认真来传福音，因为你已经将这个主权授予互阮。互阮伫地上所讨望的人，天顶也讨望；互阮伫地上所捆绑的人，安尼天顶嘛捆绑。主啊，阮感谢，互你这个权柄会当授予阮，阮来认真来传福音，尽阮的职分，也求上帝来感动阮所做的工，求啊主你怜悯阮，来祝福阮。愿天父上帝疼痛，圣囝耶稣基督恩典，圣性的相通，甲阮众人三甲伫咧，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们。电话袂倒。
即是阮大家三家来行平安礼，互相讲平安平安。